萨在中观宝门论当中说：“为是王修法，我当说正法。清净正法器，大王善定听。先说增上胜，后得决定胜。若得增上胜，见之决定胜；增上人天乐，决定胜解脱。其修行扼要，唯有信为之。尽信能持法，有之具正之。此二之为胜。先以信其行，因欲称持部，而不能坏法，此为有信者决定胜圣器。与身口意业，细能巧观则，恒行自他力，是为有知者。是说龙树菩萨为他的弟子国王写的这样的一个法。那么这个法呢，主要他当时呢针对的是国王，而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什么呢？就是说呀，为师入修法，我当说正法。清净正法器，大众善定听。因为我为了让你们修行佛法，说正法，那么修这样的清净的正法的期呢，具备两个：一信仰，再一个智慧。具有信之二大的这个因缘的大众，要认真的定听佛法。所谓佛法分成为两个，一个是增上胜，再一个决定胜。所谓增上胜，乃是人天的安乐，也就是说暂时得到的人界和天界具有八下十满的人身啊，或者具有八艺术果，或者善取这个七德等等，具有这样的人身。所谓决定善者，是断除一切轮回的根源的烦恼障，得到身为圆觉阿罗汉，或者断除所知障和烦恼障，证得无上正等觉佛陀果位，此二。那么这样的决定善和人天乐，为何要决定善则还需要人天乐呢？原因是我们不一定能够马上证得无上正等觉佛陀果位，我们需要很长时间当中修行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要修这样的资粮者，必须要具备人天的安乐具，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依止善知识，修行善法，逐步菩萨地道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觉佛陀果位。比如我们现在有的专修净土，就求得去往西方极乐佛国，为什么呢？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西方极乐佛国无有恶趣，只有善趣，人天乐。而且西方极乐佛国能够在阿弥陀佛那里听受正法，再次修行。虽然西方极乐佛国成佛呢，比我们这个地方呢漫长的多得多，但是呢，西方极乐佛国一旦登上之后，不会再由业力所致推到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趣当中，直至成佛，就在此途修行正法。所以呢，至少有个保险，
就是不会掉下来。但是呢，有菩萨摩诃萨发心从西方极乐佛国下来，来到我们娑婆世界修学佛法，速记正佛者，何以证明呢？在无量寿经的48愿当中，有一愿说，除非菩萨自己去其他世界，否则不从这世界不堕到其他世界当中。这就说明菩萨有发心者从西方极乐佛国下来，立了更多有情，然后速记证得佛陀果位者，他就等不及了，他想很快成佛。所以说是这样的，因此先要求的具有八下十满的八依殊果的这个甚是善取其德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成为修行佛法的最佳的因缘，而后求得无上正等觉。所以若得增上甚，见此决定善。那么修这样的法要或者条件有二：信与知，一个信仰，一个智慧。有了清净的信仰，就能够如实的修持佛法；有了无垢的智慧，能够了达一切法的真实面目，如实了知，不会错谬。其中智慧是最主要的。为什么？若没有了达诸法体空现证的智慧的话，不能断除所知障和烦恼障，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一个身为圆觉以及佛的这个无上正等觉果位等等。所以知为圣。然而要升起殊胜的智慧，首先必须要从信起修，从信仰开始修起，深信开始修起。那么这样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呢？远离四颠倒的信仰，如以贪欲而颠倒，以嗔恚而颠倒，以愚痴而颠倒，以不畏而颠倒。如此四颠倒远离，不被四颠倒坏法，不以感情用事，不以意气用事，不以茫然行事，以不以恐怖而行的这样所等左右的这样的一种坚固的信仰，这就是修持佛法的最殊胜的圣器。何为知呢？知并非是指的是你知多少，知多少种类，知核心便是最殊胜的智慧。人呢说我要知道啊，我要学啊，学的没有头绪，学的没有方向，学的没有重点，学了半天也就是自己找麻烦，最后什么也没有学明白。那么呢，我们最应该知的智慧是什么呢？于身口意业，细能善巧则呀。无论是身体的身的业，口的业，还是意的业，何为殊胜？何为不应行？何为应行？何为取？何为舍？把这个取与舍，因理与不因理等等，善能观察抉择的智慧，便是最殊胜的智慧。以这样的智慧，能够利益自己脱离苦海，得到永久安乐，能够利他众生远离痛苦，具足安乐。所以此为最殊胜的智慧。是啊，我们呢一定要学这样的智慧，来完善自我的修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在座的所有的人呢，都有一些文化，与古代的平民百姓相比啊，
那你们简直是大学者了。因为古时候啊，这识字的人也很少，有一部分的人才是有学问的。而现在呢，文化普及的那么好，那么呢，就是几乎每个人都能识字，几乎每个人都能够读文章，这是非常好的。你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大学生，很多都是硕士生，也很多都是博士生。然而我们学了一身的知识，到底当我们临近死亡的时候，哪一个东西能用得上呢？如果是仅仅是为了活得好一点而用所有的时间去学习呀，也是浪费的。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时间的时候啊，并不多，死了以后的时间会更多。人只为了明天而做奴隶，不为一生而做奴隶者，必然人们就视他为愚者。而人只为了今生，不为生生世世，难道不是愚者吗？所以我们要身口意的一切观察抉择，自利和利他，不应放在今生之上，因为今生毕竟是短暂的。如果要是运气不好的话，明天可能就是来世的到来，后天可能是来世的到来，真的，今天晚上也可能是来世的到来，谁能说得清楚啊？今生的时间太有限，当我们一旦面临来世的时候，我们就要两手空空而面对。你说说这个合适吗？不合适。所以说我们学过的知识，我们拥有的文化呢，用在今生有用，来世有用，生生世世有用，甚至从此以后永久有用的方向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知者。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升起这样的殊胜的智慧而讲的。但是呢，请大家呢，首先对般若这样的殊胜的法，般若心经这样的每一天念诵的经，要产生无比恭敬的心，讲般若的善知识也要产生无比恭敬的心，般若的妙法要产生无比恭敬的心，以这样的二恭敬的心来谛听般若，方能够得到殊胜的毅力。那么今天我依照这样的教授来跟大家讲授般若心经。首先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神圣佛母义呢？原因是，如果我们不想解脱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只要愿意解脱者，去往解脱的途径就是这个法，而法当中又分教法和正法两个部分。在正法当中，虽有菩提心、不是持戒、忍辱等等有许多，但是智慧般若蜜，也就是清净见空性的这个清净见，乃是断六道轮回的根源，得永久安乐涅槃的基础，能够摧毁捆绑在轮回当中的根本的绳索，人我之和法我之的最最殊胜的利器。所以说，学说这样的清净见、了知空性慧的这些经，也就是教法当中的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说，
如来所说的这个一切教法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般若的教法，也就是讲空性慧的教法。因此呢，说法的导师当中最殊胜者是讲缘起性空的这个导师，佛法当中最殊胜的就是缘起性空的教法。所以说了知佛法当中最殊胜，也就是了知缘起性空的这样的毅力。因为在三摩地王经当中这样说的：若于诸法观无我，若能如是观而修，此乃涅槃果之因，云莫能得其尽。就是说，如果想得到涅槃果位的话，那么就是若于诸法观无我，就如果诸法观无我，而如实呢能够观来修行的话，此乃涅槃果的因呐，其他的任何一个因都不能够得到极尽一切所知障和烦恼障的佛的涅槃果位，或者身为圆觉的涅槃果位都不能，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那个因为我没看到那个三摩地王经的汉文，还没找到，所以说我就简单的翻译了一下。如是一切诸之非，能人悉为般若说。解释这个的时候呢，不同的教派呢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咱们格鲁巴宗喀巴大师的教法的解释法，就是前面的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是为了升起般若的慧而所说，这样理解的。但是理解这个的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不是为持戒而说，持戒为忍辱而说，忍辱为精进而说，精进为禅定而说，似乎成了这样的。前面成为后面的基础，以这样的次第来说的。其他的一些教派当中，比如说尼玛巴呀这样的一些教法当中，也是这么说，一切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等等为般若而说，这是很认许的。但是呢，他们的说法不完全一样，是说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般若的因，但他们互相之间，前面不一定是后面的基础啊，就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说呢，按照我们宗大师的次序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是没有了菩提心，就算你修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不是波罗蜜。要没有了断除吝啬而修不是的心呢，也不可能够修到最完善的这个持戒般若蜜，也就是不违反所有身口意的这些，不违反任何这个戒条的这样的一种戒般若蜜。要是没有了这样的戒般若蜜，就不可能升起忍辱般若蜜。然后没有忍辱般若蜜，则不得升起禅定般若蜜。然而精进般若蜜呢，作为不是般若蜜、持戒般若蜜、忍辱般若蜜、这个禅定般若蜜等等都需要的东西来做补充，然后才能够升起智慧般若蜜，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修行的时候，从不是持戒、忍辱、精进，这种说法呢，似乎非常合乎大部论点的妙义，也似乎适合摄般若呀、25000般若等等所有的般若的含义。为什么呢？般若里边没有一个地方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顺序混乱了讲述的，对吧？都是先讲不是，然后讲持戒，然后讲，这就说明我们修行的时候，先修不是，再修持戒，再修忍辱，再修精进，再修禅定，再修智慧，是这样。好，这就一说了。
入菩萨行论的。换句话说，吉田菩萨是不是到底是仅仅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吉田菩萨说呀，能人悉为般若说嘛。能人悉为般若说有一个原理是什么呢？能人说的，对吧？也就是说佛说的。凡是如来所说的一切关于宣讲不是的，关于宣讲人入的，关于宣讲直接的人入的精进的禅定的，也包含如来所宣讲的关于说六道轮回的苦，关于说解脱的功德等等的声闻尘所需要听的这些四圣谛法等等，都属于是最后为升起般若慧而所说。这个是这个里边应该是入菩萨行论的这个话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说能人悉为般若说。另外呢，宗大师在缘起赞里面也说到了，净尊所垂教以缘起行传，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尼啊所说的所有的教法从缘起而选说的，从缘起而选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宝师这个经当中啊，就是宝师童子的经当中也是这么说的：文殊舍利啊，菩萨远离方便之故，百界之中行六波罗蜜，或者行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六，其功德远不入为这样的般若法门，哪怕是对居易的疑心的功德更大。何况说没有疑心而真正的想停受的这个和信戒的功德就更不需要说了。然后又说，谁人书写，谁人受持，谁人为他人宣说，以及广为宣说，此等功德更加不需要说了，这功德更大。所以说呢，挺受般若的功德呢，不计思维般若，思维般若的功德呢，不计广为他宣说的功德等等，前面小，后面大的道理。就算是听不懂他的般若的真正的内容，哪怕是心想大概诸法自性体空吧，有这样的居易的怀疑，也能够摧毁三有，种下解脱的种子。这个提婆菩萨在四辈论当中说呀，薄赋于此法，都不甚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怀三有。这就是提婆菩萨所说的四辈论当中的，就是福报浅薄的人呢，对于这个般若法门呢，连居易的疑心都不会升起，哪怕是居易的疑心升起了，也能够怀三有，心相续中啊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啊，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功德呀，要说圆满的话，何为这样的功德圆满，并不是说仅仅是听到了这个经皆就功德圆满，而是通过听而受持，受持而究竟同理，究竟同理而这个如理作意，如理作意而广大宣说，在自相续中，当升起真正的般若的时候，其功德就无量无边。另外还有的人呢说，般若呀，念诵般若能够摧伏诸魔君，消除一切妖魔鬼怪的损害，所以念般若的心经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驱魔。这种想法对吗？这种想法有点颠倒的。虽然般若能够驱魔，但是般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驱魔，而是驱烦恼魔，不是驱天子魔等外魔，而是驱内魔。
般若能去死魔，能去天子魔，也能去烦恼魔，也能去运魔，所以说四魔皆能消除，这才是最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外在的什么这个歪魔邪道能够驱除，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仅仅把般若当成驱魔的工具，那我们太大材小用了，不是这些。所以般若要去的魔比我们想象的魔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佛学法呢，在般若经当中主要讲的是为获得这个一切种相智的佛陀果位之故，而讲述了人无我和法无我的空性的道理，为化济众生相续出深情清净的空性见。至于驱除普通的那些三界的魔君之类的呢，虽然能，但不应该是主要的目的。我在下面呢引用一段八千颂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请大家听啊。尔时尊者舍利子，即作是年，云何此诸外道来入会中，向佛世尊右绕而退。时世尊知舍利子心所思念，即告世尊舍利子说：如今当知彼诸外道于彼法中而各出家，今来佛会，欲生迫害为真随恼。帝释天主以诵般若波罗蜜多故，彼诸外道自身渐退。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有大威力，能除一切外道邪恶，而使复有诸恶魔众咸作是念。今如来印证等觉与其四众以欲色界诸天子等而共集会，彼佛世尊与诸菩萨摩诃萨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我等今者以因望彼十诸魔众作是念已，即化是宾，而种种庄严之于佛所。时帝释天主见是士宾，严正妙好来入佛会，即作是念。此士宾众庄严殊丽，非彼毗沙罗王之所为，亦非圣君大王所有，又非诸于国王所有，因夫非其长者之有。此即是必诸恶魔众化现故耳。何以故？彼诸魔众于长夜中违背佛法，思求其断与生破坏。我今以因诵佛所受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帝释天主作是念已，即诵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彼诸魔众时时各个摄起化现，伏道而还，而使33天子众集于会中，化现无数天曼陀罗花等种种妙花散于佛上，其所散花住虚空中，使诸天子众善妙化仪，作如是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正法救助世界，于阎浮提众生作大利益，发是言已，从福散花，散以右言，唯愿一切众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宣布远说。
如所修行，一切魔尽摩天人与非人，思求断者不得其变，普令众生善根具足。在这个里边呢，说到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什么呢？佛正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有些歪门邪道来到了佛所，又绕3下，然后本来呢就是要给这个佛祖要这个问难，或者呢找麻烦的。但是第10天呢，这个念诵般若波罗蜜多，以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力呢，这些外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一个的这个退走了，就不在那个佛那里扰乱了。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心想啊，这次为什么呢？就佛这个舍利弗说啊，这是这个第10天主送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把这些外道推举了。第2个阶段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魔众啊，看到这个佛如来是应真正觉呢，在这个4众弟子，包括色即的天子在内的这些4众弟子面前啊，就是讲授般若，并且呢受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哪些是在什么时候成佛等等等等这样的受记，讲这个开演般若法门。这些魔众呢受不了了，想破坏一下这个这样的盛会，所以说呢，他们把它化现为许多许多的这个兵众，就是许多许多的大军，就是4兵大军。那么这样的大军呢，一来的时候啊，庄严无比，非常厉害啊，直接指着这个佛所在处来了。来了的时候，第10天一看，有这样的那么庄严无比的这些4众，想是不是阿修罗来的，或者其他的什么什么国王派来的？看不是，他就知道了，哦，这是魔众化现4兵，而专门扰乱佛的这个殊胜法会。由此呢，第10天呢，念诵佛那里所得到的般若波罗蜜多，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呢，这些魔众啊，100里之外不能进。我记得藏文的八千颂般若里面好像说100里之外就不能进了，这里面好像没有啊，是吧？100里之外就不能进了，化身的这兵呢也就没了，收去了，然后呢重新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了。在这个时候呢，诸天子啊非常欢喜，33殿的这些天众呢为佛啊散这个妙花呀等等等等，这些妙花散的呢，它不落地，它就在空中这样坐着，是吧？然后这些天子呢说啊，就是愿般若波罗蜜多正法救助世间呐，南瞻部洲的众生能够得到大利益呀。又3话，又说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宣布演说，所说的法如是修行，一切摩天人和非人等等不能够扰乱，能够一切众生获得具足善根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祈愿文，是这样的一个情节。这就是说什么呢？说般若能去除诸魔军的道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念这个般若驱魔仪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解脱和一切种相智的佛果位，为此现证无我空性慧之故，能够脱离轮回苦，特别是脱离地狱恶鬼诸生等等3恶趣苦，消除一切所知障和烦恼障等等的障碍，这是最主要的。顺便呢，为了驱除一些人界、天界和地下等等3界的魔军，而念诵也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做这样的般若驱魔仪轨等等，那是消除修佛法的为缘。总之呢，我们要修般若的时候啊，只是为了驱魔这样的狭小的动机的话，功德也很小。如果我们念诵般若经，
这样的就是为破无明我执，得现证空性慧，断除所知障、烦恼障，证得涅槃果位。以这样的发心念诵般若的话，功德极大。